韓國的歷史與自然融為一體，每個島都有自己獨特的魅力。韓國由14個島組成，每個島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、文化和自然環境。韓國的每個島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、文化和自然環境。下面講詳細幾首個島的魅力。首爾是韓國的首都，也是韓國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中心。這座城市合適地融合了過去與現在，傳統韓屋與現代摩天大樓並存。京福宮、長德宮和的手工定宮殿，以及悲春漢墓村，讓人感受到韓國的傳統滋味。而明洞、江南和弘大就係舊木和青年文化的縮影。義江公園係人民休閒放鬆嘅好去處，這裏還會舉辦各種節慶活動。首爾還是聞名遐邇嘅世界級美食之都，從傳統韓國菜到國際美食，應有盡有。因市東和山清東地區，尤其以宜住區而聞名。在這裏，您可以欣賞到傳統的手工藝品和畫廊。而南山塔就是欣賞秀而美麗夜景嘅最佳地點。京畿道環繞首爾，係韓國人口最多嘅島。水原華情鋪台係朝鮮時代建築嘅代表，被聯合國就科運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外部樂園和樂天世界等主題公園深受家庭遊客嘅喜愛。而板橋區嘅古宅係高科技產業中心，嘉平和陽平擁有美麗的自然景觀，並提供批畫廳和錄影等一系列休閒活動。坡州出版園區也是讀書和文化愛好者嘅理想去處。而南二線城要塞則是朝鮮王朝的軍事要塞，也是探尋歷史的好去處。仁川縣仁川是一座海港城市，是韓國的文湖，送到國際情誼，成為高科技和國際交流嘅中心。而唐人結合開埠界就保留咗現代歷史嘅痕跡。仁川沿岸的海域也是著名的海島旅遊勝地，用中島的每一島和索美島可以欣賞到迷人的海岸風光。仁川縣以豐富多樣的海鮮美食而聞名，若味道亦被重新開發為綜合娛樂空間，為遊客帶來全新體驗。近年來，隨着仁川國際機場周邊智能城市的發展，仁川已成為全球商業中心。江原特別自知道江原島是一個世紀佳宜的天然旅遊勝地，學岳山和小台山深受徒步旅行者的喜愛。而東海岸純淨的海水就係游泳、衝浪和垂釣嘅理想之地。江陵以咖啡機和多樣的海灘而聞名，而平昌就因舉辦冬奧會而成為世界級的旅遊勝地。當地美食也是一大亮點，土豆、魚味、新鮮海鮮和其他當地特產都很受歡迎。阿里郎的誕生地徑山是體現傳統民俗文化的好去處，而東江就以漂流等水上休閒活動而聞名。中清北道是一個內陸地區，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和豐富的文化遺產。雪梨山和月山深受徒步旅行者的喜愛。清平湖就以湖為中心發展了休閒活動，但楊怡話上山和洞穴探險聞名，地川就擁有清平湖沿岸的纜車和一系列休閒設施。青州是拜嘅時期文物的故鄉，是探索歷史的好去處。宜山歡以生態農業和有機食品而聞名，每年的野山辣椒季都會吸引眾多遊客。重慶南道位於西海岸，擁有各種海洋經典和歷史遺跡。大全海水浴場係西海岸最主要嘅海水浴場，而獨立廳則是紀念韓國獨立運動歷史嘅重要場所。台灣以其美麗的海岸線和海灘而聞名，而廣州就係體現百幾歷史和文化的地方。喺海岸捕獲的新鮮海鮮深受美食家的青睞。保寧里江街為國內外遊客提供了獨特的體驗，而書村則以灘塗和生態旅遊而聞名。市中的特別之處是，市中市是韓國的行政中心，擁有現代化的城市景觀和各種文化設施。市中湖公園是該市居民的休閒中心，而總統檔案館則展示了韓國歷屆總統的檔案。市中市還以成為智能城市和綠色城市為目標，推行可持續城市規劃，並正在發展成為一個教育和研究機構集中的未來型城市。
全貝特別自知道全貝是一個可以體現韓國傳統文化嘅地區。全州韓牧村是有可體現韓國傳統漢牧的好去處。北依山的口舌文明差異，冰山半島擁有美麗的海岸線。全州也因其傳統美食而聞名，包括班飯和漢士。昆山是一座保留着近代歷史痕跡的城市。昆山近代式博物館可以幫助人了解日軍佔領和開港的歷史。馬首根是地方美食運動的中心，開創了農業與旅遊業相結合的新潮流。全羅蘭島擁有美麗嘅自然風光咁豐富的美食。順天灣是一個天然濕地，在這裡可以觀察到各種候鳥、麗水晝夜美麗的夜景而聞名。寶清綠茶田以鬱鬱蔥蔥的綠茶田而聞名。全南係各種美食的故鄉，包括海鮮和韓國傳統菜餚。木浦市是海岸的主要港口城市，以木浦港和大渡海的美麗景色為背景。丹陽也以竹林和傳統庭園而聞名，而全美島則是著名的海島旅遊勝地。廣州是一座充滿期待和意象嘅城市，在這裡能可以享受歷史、文化和自然。88民主公墓是紀念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重要遺址，而國立亞洲文化中心則是各種文化表演和展覽嘅舉辦地。武洞縣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，而廣州嘅傳統市場陽東市場，即係體現當地美食和生活方式的好去處。廣州縣係韓國當代藝術中心，擁有眾多博物館和美術館。青上北道係儒家文化中心，擁有眾多歷史遺跡。青州的佛國寺是新羅王朝的代表寺廟，而安東的學會巡就係體現韓國傳統生活的好去處。靈州佛國寺是一座建築精美的寺廟。青州係著名的旅遊勝地，遊客可以在這裡體現新羅王朝的歷史和文化。浦項是韓國的鋼鐵工業中心，和美國係著名的日出景點。貴為是 IT 產業中心，在這裡可以體現最先進的技術和產業。青商南道既有美麗的海濱城市，也有歷史遺跡，同樣以美麗的島嶼和海岸線聞名。而巨基則一早穿越和海洋旅遊聞名。海印寺是創有佛教8000徑嘅寺廟，而錦州清則是人陳衛國戰爭嘅歷史遺跡。南海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和豐富多彩嘅海洋休閒活動。長垣係韓國的重工業中心，馬山江係海上旅遊和物流嘅重要地區。釜山係韓國主要的港口城市和國際海洋城市。海源台海水浴場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海灘，而台中台則可欣賞到迷人的海岸風光。釜山以海鮮、豬油湯和其他美食而聞名。釜山電影中心和釜山國際電影節使釜山成為世界級的電影之都。而古地市場則係一個充滿古老氣息的旅遊景點。打球是放之夜和時尚中心，擁有各種文化和藝術空間。光復路是欣賞音樂和藝術的好去處。八公山則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。打球亦係多樣的美食也聞名，其中包括買腸和炸醬麵。打球要練4億藥材市場而聞名。現代文化上這係日本殖民時代的遺跡。打球體育場係一個多功能場所，可舉辦體育賽事和音樂會。蔚山是韓國主要的工業城市，既美麗的自然風光和工業遺產於一身。太河江國立公園係人民休閒放鬆的好去處，而干越國宅係深受歡迎的熱出景點。大王岩公園可以欣賞到迷人的海岸風光。蔚山是一個工業中心，是現代重工和 SK 能源等大型企業嘅總部所在地，同時還擁有贛越河和太華江等自然美景。濟州特別自治道，濟州係韓國唯一嘅特別自治區，係一個擁有獨特自然環境和文化的島嶼。濟州島是以那山為中心的火山島，擁有包括青山熱出峰、磨將谷和西浦嘅喀斯在內的各種地質景觀。能可以喺濟州民俗村和先耀博物館體現濟州的傳統和文化。濟州島一年四季都有豐富多彩的慶典和活動，戲珠遊和吞陸魚等濟州島獨特的美食也是一大亮點。濟州歐樂小旅是一條新手徒步旅行者喜愛的路線，而魚島則被稱為濟州之島。近年嚟，
濟州島已成為國際養生勝地，提供各種療養和放鬆項目。這些目的地各有其獨特的魅力，非常適合不同品味和興趣的遊客。